如果有人同你講打敗癌症嘅終極武器可能唔係咩造價昂貴嘅化學藥品，而係藏喺健康人嘅大腸排泄物入邊，聽落係咪好似天方夜譚咁？但呢個並唔係科幻小說，而係今年1月底啱啱登上《自然》、醫學等頂級期刊嘅真實臨床試驗。今日我想同大家慢慢拆解呢幾份報告，因為呢個發現好可能關乎我哋自己同埋身邊屋企人未來嘅健康。我哋依家可能真係見證緊醫學史上嘅一個重要分水嶺。喺探討呢幾項新發現之前，我哋不如睇返一個基本問題先。癌症到底係點樣避過我哋身體嘅防線，靜靜雞咁生長嘅呢？我哋身體入面其實有一隊負責防禦嘅特種部隊，叫 T 細胞。佢哋就好似一群嗅覺靈敏嘅看門狗，每日喺身體入面巡邏，一發現癌細胞就會撲上去消滅佢哋。既然有呢隊部隊，點解仲會生癌呢？呢度就係癌細胞最狡猾嘅地方。佢哋喺進化過程中，表面多咗一種叫 PDL1 嘅蛋白質。當 T 細胞準備攻擊嗰陣，癌細胞就會伸出呢個 PDL1，精準咁撳低 T 細胞表面嘅安撫開關。情況就好似面對一隻準備撲埋嚟嘅惡狗，突然拋嚿佢最中意嘅肉骨頭俾佢咁。就喺嗰一瞬間， T 細胞失去咗攻擊性，眼白白睇住癌細胞喺面前不斷擴張。明白咗呢個機制，大家就會理解近年醫學界好重視嘅免疫療法係點運作。科學家發明咗一啲藥物，專門阻斷癌細胞呢隻安撫嘅手，等 T 細胞唔再被催眠，重新去對付腫瘤。呢個方向確實拯救咗唔少患者，但現實嘅數據話俾我哋知，喺好多癌症入面，免疫療法只係對大約20%到40%嘅人有效，剩低嗰一半以上嘅患者，即使接受咗療程，腫瘤依然繼續生長。點解同一種療法喺唔同人身上會有咁大嘅反差呢？醫學界為咗呢個問題揾咗好多年，直到今年1月，呢幾項臨床試驗終於為我哋提供咗一條好重要嘅線索。原來秘密未必喺腫瘤本身，而係喺我哋平時好少留意嘅地方——腸道。研究團隊將目光鎖定喺一個關鍵字：微生物群。我哋嘅腸道入面住咗數以萬億計嘅微生物，數量仲多過我哋自身嘅細胞。呢幾項研究得出一個好清晰嘅指向：你嘅免疫系統發揮得好唔好，好大程度上係受腸道入面呢啲細菌影響嘅。其中一項針對晚期腎癌患者嘅研究做法非常之大膽，佢哋俾患者服用嘅係包含抗癌效果理想嘅健康人士糞便提取物膠囊，亦即係醫學上講嘅糞菌移植膠囊。當期刊公布嗰張生存曲線圖嘅時候，數據的確令人鼓舞。紅線代表只接受常規免疫療法嘅病人，存活率隨住時間自然下降；而藍線代表加咗糞菌膠囊，改變咗腸道菌群嘅病人。3年之後，藍線嘅位置明顯高過紅線，有將近80% 嘅人依然生存。喺晚期癌症面前，80%呢個存活率意味住乜嘢？相信唔需要我多講。就連部分本來病情比較重嘅患者，喺重塑咗腸道微生物群之後，都展現出意想不到嘅韌力。呢個發現提醒我哋，只要腸道嘅微生物群啱咗，身體對抗癌症嘅能力就有機會提升。腸道唔單止係消化器官，佢仲可能係身體抗癌嘅總部。咁究竟呢啲外來嘅腸道細菌發揮咗咩作用呢？當初 T 細胞俾癌細胞催眠咗，不過當呢啲優質細菌進入腸道定植之後，佢哋就好似通訊員咁，向人體嘅免疫系統發出信號，喚醒咗另一個關鍵角色 NK 細胞，亦即係自然殺手細胞。同需要特定目標先會攻擊嘅 T 細胞唔同， NK 細胞嘅反應更加直接，只要察覺到癌細胞嘅異常氣息，就會靠近跟住消滅對方。
研究證實，腸道微生物群改善咗，可以令體內嘅 NK 細胞大規模活躍起上嚟，去肺部或者腎臟嘅腫瘤位置發揮作用。呢個就係存活率提升背後嘅生物學基礎，由腸道發出信號，調動免疫系統去對付腫瘤。睇到呢度，可能好多朋友會心急，想揾呢種交流。不過退一步講，科學研究係嚴謹同漫長嘅，呢啲療法目前仲處於試驗階段，需要極嚴格嘅篩選同提純，市面上係買唔到嘅。面對呢啲仲喺實驗室嘅新科技，普通人可以做啲乜呢？其實科學家喺論文入面已經俾咗一啲好實在嘅線索，我將佢哋梳理成一個由淺入深嘅腸道干預金字塔。金字塔底層亦係最容易做到嘅，補充益生元。注意，呢度講嘅唔係市面上含糖量高嘅益生菌飲品，而係餵養優質細菌嘅食物。最典型嘅就係膳食纖維。其實好多人以為纖維即係食多2條青菜，呢個係一個小誤解。想精準咁俾優質細菌提供養分，我哋要留意富含抗性澱粉同水溶性纖維嘅食物，例如放凍咗嘅番薯、燕麥、蘆筍、洋蔥、大蒜同埋各種豆類。呢啲比較難消化嘅纖維去到大腸就會成為優質細菌嘅軍糧。順帶一提，唔少朋友屋企都有買益生菌補充劑，不過如果你條腸入面冇呢啲益生元做養分，補充幾多活菌都好，去到大腸都好難存活落嚟。所以養好個腸道環境，有時基礎過單純補充細菌。金字塔第2層係直接補充代謝產物，短鏈脂肪酸。細菌消化完纖維之後，就會產生短鏈脂肪酸，例如丁酸鹽。佢哋可以直接穿透腸壁，進入血液，幫手調節免疫力。對於腸胃環境已經好弱嘅人，研究提到可以直接攝取呢啲特定嘅代謝物。不過要留意，目前市面上高質素嘅丁酸鹽補充劑仲未算好普遍，大家選擇嗰陣一定要仔細留意成分，做多啲功課。跟住落嚟呢一點係研究入面一個幾突破嘅觀點。過去我哋多數認為腸道細菌種類越多越好，但科學家發現喺改善腸道環境嘅過程中，清除原有嘅有害細菌作用可能關鍵過單純植入好細菌。如果腸道已經俾雜草佔據，好嘅種子就好難發芽。所以減少干擾免疫系統嘅壞細菌係重要嘅第一步。呢個亦都引申到金字塔嘅第3層，未來嘅醫療方向，細菌體療法。細菌體係一種專門針對特定細菌嘅病毒。未來如果發現腸道有某種壞細菌，醫生可能唔需要依賴會無差別殺死細菌嘅抗生素，而係運用特定嘅細菌體，精準咁對付嗰種干擾免疫力嘅壞細菌。去到金字塔頂端就係未來嘅個人化醫療，透過分析每個人嘅腸道微生態，度身訂造對應嘅干預方案。雖然呢一日仲需要時間去實現，但呢啲研究俾咗我哋一個好大嘅啟發，令我重新思考日常嘅飲食習慣。以前聽人講要食多啲蔬菜，可能只係為咗防便秘，但當你知道腸道微生物原來同免疫系統同抵抗重大疾病息息相關嘅時候，我哋對於高糖、高脂、缺乏纖維嘅超加工食品可能就要有唔同嘅睇法。因為長期依賴呢啲食物，無形中係餓死緊，保護我哋嘅好細菌，反而令壞細菌有機會繁殖。總結呢幾份研究嘅啟示，我哋可以歸納為3點。第一，保持開放嘅態度，優質嘅微生態確實展現咗強大嘅潛力。第二，平衡嘅腸道需要多樣性有益菌，同時要減少有害菌。使用抗生素等藥物時，要遵從醫囑，唔好濫用，以免破壞自身嘅防禦機制。第三，由下一餐開始，適當增加優質膳食纖維嘅攝入。準備呢集內容嘅時候，我其實有啲感觸。醫學進步帶俾我哋希望，
但由實驗室走到普及應用，始終需要漫長嘅時間。不過研究帶出嘅最大價值係提醒我哋重新審視自己嘅生活方式。我哋身體入面嗰數十萬億微生物一直同我哋共存，你俾佢哋合適嘅養分，佢哋就會幫手維持身體嘅平衡。相反，忽視佢哋嘅需要，就等於削弱自己嘅防線。希望大家唔好睇小每一餐對身體嘅長遠影響。如果你覺得今日嘅分享對你有少少啟發，不妨將呢啲資訊同身邊關心嘅人分享。我哋每個人都可以由今日開始為自己嘅健康做多一步。講到底，最貴嘅神藥好多時都唔及最啱嘅生活習慣。如果你中意呢種唔使浪費冤枉錢，將生活主導權掌握返喺自己手入面嘅態度，歡迎去我另一個頻道康神小貼士睇下，嗰度有更多實用嘅日常分享。我係 Thompson，祝大家食得健康，身心平安。我哋下集老火靚湯再見。